洪台美塔伫下晡已经形成，花家沙上近今日卖结做洪台，预估后礼拜影响台湾。当地阮国会议员用公款买马车争取退休金，引起民众不满，学生团体出来抗议。美国宾州一个小镇发生枪击案，造成3个警察殉职，2个警察当伤送病院。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有欣。洪台接续形成，所来咱台湾的天气会较无稳定。目前3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伫咧南海迄粒伫咧今仔日下晡已经结做洪台，号做米塔。伊的外围环流会来影响咱台湾，华东甲南部地区会来落大雨，按算即个雨会落到拜六。也气象署预估讲，洪台花甲沙上近今日嘛会来形成，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三相对会来接近咱台湾，咱台湾就会来落雨。也即个雨，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因为花甲沙可能是中度甚至是较强烈风台这个等级。也第3粒风台晚期若是结起来哦，咱观众朋友唔免想过头烦恼，因为伊咧行的路线呢是往日本去，对咱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中昼过后，一场大雷雨，雨量正惊人。雨甲气市未少街路积水，有的所在阴甲卡目，有的街路水位悬过半个车链，还有人伫积水的街路骑汽车滑倒，路人赶紧甲插起来。施雨量达到92，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那嘉义市历年来是比较少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降雨。中昼过后对流正旺，雨甲气市区积水，恒春甲台东也明显雨势，是受下晡增强做风台的米塔外围环流的影响。米塔风台调向中国广东，未直接影响台湾。爱关心的是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 最快它可能在今天就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TD 离台湾正远，暗过真好形成条件。气象署有讲，我进台湾的时阵有中度风台顶级，下礼拜二开始影响上明显。下周一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的天气也会开始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周一到周三，距离台湾相对是比较近的。气象专家嘉信兴指出 ，TD 未来发展有机会和台湾发布海陆警。咱可能花甲赛发布这海警甲陆警的这个机会是较有。气象专家林德芬形容 TD 毋是食素的，指出国部行政会议员发展，大家中度甲强烈风台顶级之间爱设置这秋台。因为它是一个秋台，特别是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一定要慎防集中性、显著性的剧烈降雨。气象署提醒19华东甲南部受比塔外围环流影响，无落雨所在也是温度正悬正热，大台北甲桃园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记者综合报道。劳动力发展署前北分署长谢依阳牵涉这场霸凌是无起诉处分，检方所也查出谢依阳伫2件采购案有漏涉机密、多例厂商这行为，谢依阳去互起诉。要今日1审判伊判伊爱关4年半。我对不起大家，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年4月，劳动力发展署前北分署长谢依阳以100万交保了后得到自由，伊互人控告霸凌报销，致使对方自杀，得到无起诉处分。不过检方查出案外案，谢依阳担任分署长期间涉犯贪污等罪，新北地检法院1审判决出来。法官认为谢依阳伫新庄本部整修工程采购案，也甲主事甲设计采购案，涉犯公务员对主管事务道理甲涉密等罪，也因为侵占公部门采购的高价礼盒仔，涉犯侵占公有财物罪，判4年半，替代公款3年。违法泄密，图利特定厂商。除造成参与投标的厂商不公平对待，破坏商业交易秩序，亦损及国家机关全体公务员的形象。谢依阳开庭的时阵当场认罪，毋望争取完刑。法官认为，伊因为个人介意特定公司的设计，为了让对方顺利成走采购案，那违背法令要求报销，伫采购案还未完成前，甲厂商联络协调，那亲像为对方量身定做的采购案。嘛查出谢依阳明白表示，介意2件采购案由这间公司承做，致使报销，因为伊的压迫都爱配合这个情况，并无宣告完成。专案还会当上诉。您的电话
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18下晡，真侪解卡谢义勇伊的手机拢转入语音信箱，无度得到对方的回应。谢义勇委任律师吴俊达是讲，办受到判决书，才当甲委托人讨论是毋是上诉等相关事项。记者采访报道。移民署接到检举讲哦，宜兰有一间餐厅甲签证过期的外国人请来做工课，追查落去。所发现讲是一个大型的非法中人的集团，因哦甲一寡签证过期的泰国人过来违法做工，真正有够恶质。也遮的泰国人住的所在呢是有够细间的细间，煞住40多人。即马移民署是甲人带回去调查。专小组点点求人压制过问的人。经经完成包围行动，移民署顶日接到检举，有餐厅聘用超过期限的外国人做务工，甚至追查了后发现，背后竟然是一个姓尤的女子加姓卢的查甫人等人组成的非法中介集团。查获非法中介3人及逾期泰国籍人士多达57人。宿舍用玻璃甲茶板隔间，伊讲客伫无冷气的下空间，只会当困伫涂骹，环境歹像一中营。移民署将人全部带转去，继续追查不法协力甲幕后国化中介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创超过期限停留的泰国人有900人，也利用关系求入境泰国人做务工，将事农作餐厅营造等地期间，工作遍布宜兰甲大雷山地区。非法聘雇未经许可外国人，恐面临新台币15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罚锾，5年内再违反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另意图盈利中介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120万元以下罚金。非法中介、强骗也是骗劳动案件不时传出民团经费欠干问题严重，加上制度无健全，让不少业者有机会，应该为源头甲人权保护去完善制度的不足。如果我们的移工政策更以符合人权的方式来设计，比如说一定程度的自由转换雇主，然后让相关的产业以合法的方式来引进劳工，保障这些劳工不会任意的被剥削。非法中介除了会影响咱国民众就业环境，也损害台湾国际形象。民团呼吁政府重视问题，设法改善，才会当避免移工剥削问题一再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敢会当接受国会议员用公款买车互家己，当地阮的学生都无法度接受。当地阮因国会提案要甲65个议员买一台车，一人一台，这个公款拢总爱开420万美金。这个数字哦，新台票算算咧，差不多是1亿2千万。若安尼，这个议员佮争取家己的退休金会当领甲死，这就互民众有够无欢喜。讲人民咧受苦，因煞敢若知影国家己。人民有偌尔艰苦，当地阮哦是东南亚上界产车的国家之一。虽然讲靠天然资源咧食清，毋过这个资源已经开发甲要大底。当地阮有4成人口，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度满足。毋过因的议员平均的收入是因的10倍，也即马政府不出来，学生就徛出来抗议。甚至甲警察起冲突，也因为总统讲袂容忍暴力的行为，学生态度共款打压。最后政府是宣布取消这两项有争议的措施，因袂买车，退休金嘛袂领甲死。大批学生换了走，换了遮吹甲片。顶部警察一直发射催泪瓦斯。当地阮首都地理第15发生上千学生组成的团体，伫国会大楼外口抗议国会第2024年强行通过为65个议员每人买一台休旅车的提案，总共按开470万美金，合差不多1.2亿个台票的公家钱。因为议员的年收入已經高出因個人平均收入的10倍。當地阮有高達4成人口生活喺3尺線以下，才引起民眾的不滿。We asked the Parliament to invest the money that they wanted to spend to something that not provide the beneficial for the people. 原本示威的过程平和，不過第2日部分示威者向警察拼石頭，佮破壞政府車。頂部警察就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佮逮捕部分抗議人士。政府最後克服伫示威團體壓力，臨時取消買車的計劃。不過學生團體無按呢特例，17號調2000多人佮上街路。對了，這期取消買車案件是假，連帶要求政府撤回議員的終身退休金的政策。The rumor saying that the car is already on the way, which involve the children of the political leaders.
So this is why all of the students and myself here today to make sure my tax money it's not actually going in a wrong way. 连续3日抗议，互政府感受民意的压力。在国会党团协商了后，决定搁取消机关终身退休金的计划。W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student movements, where we committed the 5 benches committed to revoke pension law, as well as to revise the demonstration law. 当地问题自2001年脱离1年独立，到即卖依然是贫富不平均、营养不良甲失业问题。经济因为过度挖苦面临衰竭的石油甲天然气资源出现萧条状况。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美国宾州一个小镇发生枪击案，造成3个警察殉职，2个警察当伤送病院。也因为这个枪手真危险，四周围是来紧急避难，落尾这个枪手伫案发现场轰断死。宾州当地时间下晡2点，一名员警去约克郡北科罗斯镇的一个农场追踪调查一个甲家庭相关的案件时，互人开枪射着。有看到的人是讲，本来想讲是有人伫练枪，无想到雄雄枪声大响，才感觉情况唔对。When I passed the barn, I heard gunshots within a few minutes, and I saw an officer go down on the road,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当地媒体报道，警方互人攻击的时阵，当伫执行一个搜查令。不过，州警总监无针对案件细节加讲，嘛无公布犯嫌的身份。代志发生迄当时，为了防止攻击范围扩大，附近的民众甲学校拢紧急避难应变。好在现场敢若一个枪手，而且伊当场就去互人开枪射死。I can confirm that the shooter is dead. 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were 5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ho were shot today. 3 fatally, 2 that were transported here to Wellspan in York. They are currently listed in critical but stable condition. This kind of violence isn't okay. We need to do better as a society. We need to help the people who think that picking up a gun, picking up a weapon is the answer to resolving disputes. 这件枪击造成真侪员警殉职也是重伤。宾州州长谢皮洛宣布全州降半旗致哀，尾啊警车陆续离开案发现场的时阵，不少民众伫暗暝嘛举美国国旗，点点啊徛伫路边，有人把手放伫胸前，也有人把机械吊手开来路边，伫相关的所在挂国旗，为死伤的员警默哀。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讲，以色列为着要消灭哈马斯攻击加沙的日头是愈加重，造成上无64个人死亡，也巴勒斯坦人被迫逃亡。不过，因讲因已经无所在通走。即马以下战灭2天，巴勒斯坦是死超过65000人。后面就讲话啊，因讲要来制裁以色列。以色列的战机甲炮弹继续轰炸，加沙市4月拢庆烟。联合国警告，这是战争发生以来上猛烈的轰炸之一。加沙卫生部统计，至少64个人死亡，大部分拢是妇人甲囡仔。死去亲人的巴勒斯坦民众讲，唔知倒位才是安全。以色列军方空投传单，叫民众向加沙走廊南边线，并且限时48点钟久。即马开放萨拉赫定路、加沙沿海道路，几落万的民众扫着房仔车、骑奥多摆，或者是行路的，照着所谓的计划向南边行，规个排了几落公里。有民众讲死亡无可怕，不过囡仔的哭声互人心碎。الموت مو موت واحد لكن الصغار صرعوني ومصرخوا والله احنا تعودنا على صوت القصف على صوت الطخ صوت الرصاص تعودنا ليش صار عادي وقلبي عادي بس الصغار صرعوني مش هاين علي اشوفهم قدامي مقطعين联合国批评这是强制流亡，而且南部难民营遭到人伤多，欠水欠食的。以色列讲，这边的行动是要消灭哈马斯，并且释放犹原被扣下的人质。自2023年10月战争发生到今，已经有超过6500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大会后礼拜要举行国防会，重点是加沙甲乌克兰这卖的战事。大会主席讲，拍袂停的战争、占领一个恐怖行动，无法度解决问题。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at both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Palestinians can live in lasting peace, security and dignity is the two-state solution. 国际压力愈来愈大，欧盟的外长会议表示，正伫咧研究对以色列启动制裁机制，可能包括冻结军售抑个合作项目。分析认为，这是欧盟第一遍针对以色列军事行动所提出的具体天罚措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咱台湾未来4档会甲美国买200亿美金的一个美国农产品，农业部长陈俊贵就去到美国国会签意向书，也这个农产品的内容是包括美国的黄豆。即卖美国的黄豆是去互中国来抵制，咱就趁这个机会，希望会当来增加这个美国黄豆的销路，希望讲对咱台湾甲美国关税这谈判会有帮助。咱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华府的报道。农业部长陈俊贵昨日行入美国国会大楼，甲美国业者签了采购意向书，要伫未来4年买美国黄豆贩卖小麦仔加牛肉，4年100亿美金的金价，比过去增加25%。签字的时机到伫台美关税继续谈判时阵。那这个购买并不是政府来出钱，是业者他们根据未来的需要而做的这些计算所以相对的，我们希望说，透过一个比较持续性的一个购买美国优良的这些产品的话，能够有助于台美关税的一个进展。咱国农产品贸易赴美友好访问团依惯例为2013年拜访华府，伫国会山庄签意向书。即摆陈俊贵出现，也是农委会改制作农业部了后，咱国农业部长头一摆伫美国国会公开出现。No, we need to have a strategic supply for in rainy days because of what's happening in Taiwan Straits. It doesn't take a genius thing that Biden from friends makes all the sense in the world. 驻美代表吴大雷除了讲贸易，更加强调台美战略关系，因为这笔4年100亿美金的长期支票是美国黄豆产业在关税战之下的及时雨。黄豆是美国出口到中国量上大的农产品。不过，自从川普继续拍美中关税战了后，中国是开始抵制美国的黄豆，和美国农民压力真大。这届台湾出手增加采购，如何通解决美国的烦恼？Right now, if you purchase soybeans this week, we have a special sale going on. So buy the high quality soybeans at a great price. To witness it and to, of course, go back home and tell Hoosier farmers that Taiwan is a great friend and that we want to work together for years and generations to come. 5月以来，中国改卖巴西黄豆向美国施压，黄豆作为台湾饲鸡甲饲猪户的饲料，需求拄好吞补美国的空棚，绩效也对台湾有利。比起巴西，其他的国家会比较好，所以业者也愿意跟美国买更多的这些农产品。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贸易能够让我们国内的产业整个的一个，我特别强调就是粮食安全的这些确保是有帮助的。也毋过，黄豆也是美中贸易谈判的重点。皮普社指出，中国若愿意回头买美国黄豆，川普是会当增加对中出口，也会当帮助美国农民。伫美中贸易讲好势进前，台湾也以战略伙伴的身份积极争取华府支持。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也失业率日日升悬，面对这个风险，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1码，也利率伫今年10月甲12月可能会阁降。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by a 0.25 percentage point. 伫失业率升悬风险的刺激之下，联准会昨次宣布，去年12月以来头一摆降息，幅度是0.25%，利率范围落伫4至4.25%之间。符合市场预期，佮表示伫10月甲12月会议上，也会进一步降息。联准会过去烦恼传播关税政策推升通膨，对降息态度谨慎保守。主席鲍尔指出，即马冷的就业市场已经正做伊甲其他政策制定者更较关心的问题。降息是徛伫经济风险改变来做出的合理决定。Unusual that usually inflation goes up as employment rises and economic output increase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this time, which makes it challenging. You have to attack one or the other. The focus will be on jobs. I think you could think of this in a way as a risk management cut.
讲述伫联准会利率政策会议会当讲得到无异议通过，全部提名拄啊得到国会通过的新任联准会理事米兰投反对票。伊认为降息幅度应该是2码。面对记者询问监视政治的介入，鲍尔搁一摆表示联准会继续坚持独立性。降息造成美国起波浪有，纳斯达克甲标普指数落波，道琼收悬260点，美金汇率是捌淡波了后搁回升。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好，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1码，但央行是无要对咧降，利率是连6届拢无调整。也外界咧关注房市管制，这嘛无变动。不过央行是强调讲，银行放款伤过集中不动产的这个情形已经有卡冷落来。政策利率不变哈，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通膨啊，都还是控制在2% 以下。央行第3季理监事会议18下晡上场，不过央行无对美国联准会降利息，是维持2%，连6届无变。央行而且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率是2.51%，全年是4.55%。因为团散受到关税影响，减班扣分较济，佮因为新青安贷款案件济，央行会透过公开市场操作，提供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变动调整空间。目前还是没有放宽，只是说要对于这个排波的问题呢，我们要做一些的协助。所以呢，我还是在强调的说我们是用公开市场操作，比用这个存款储备率来得好。我觉得稍微有一点 tight。那我就希望更多的一个资金出去。因为进前金管会在放连银行法第72条之2排除新青安信贷，各界拢正关心央行敢会放连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和房市较无限制。不过这届央行并无宣布放连，应该是合理的决定。而不是说是勇敢的决定啊！我现在来协助他来解决这些排波的问题，但是那之后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个水龙头已经是放开了，不是？你反而更应该要密切注意它的 impact 是什么，你的排波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第二个呢，对房市的影响呢，会不会再上来？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央行嘛公布，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已经为6月底悬点37.61%，慢慢降到8月底的36.71%。市场关心不动产风险，当时当看到解读信号。集中度太高的话呢，资源会排挤的你的那个你产业的所需要的一个信用资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会让房价过度上涨。但是新台币的汇率，杨金龙是讲已经有比5月、6月较稳定，汇率也是由市场强势决定。预定第4季央行理监事会议会做选择性信用管制的总检讨，再来决定是不是继续实施。记者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希，明仔载港这时间再会。